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第一张批是心地的阿三写来。黑白边你好，这是我国校时的记忆，想要写出来甲大家分享。这是国校校热的时阵，互我印象上深、上有意义的一件代志。会记得迄天的天气真好，爸爸妈妈带我去台北小巨蛋耍。我一入去就看到有一个出冰场，内底有真侪人咧出冰，姿势就好看。往远远的所在看过去，就若像一只一只的燕仔咧跳舞，互我看到嘛就想要入去出冰，所以爸爸妈妈就替我买票。我甲真重的出冰鞋穿好好，随便徛起来，煞车奔倒，尻川是湿到要逼做四平。我想要徛起来，但是尻川直就搁摔伫涂骹。后来无法度，我干那会当囥伫遐。阿爸看我遮凄惨，就行过来甲我扶起来，看我做伙出冰。爸爸哪行哪甲我讲，你爱注意观察迄寡阿兄阿姐的动作。你看，因出冰的时，拢是两只脚向头前弯翘，两只手是有节奏的前后顶动，身躯小可向头前探，两只脚是八字形安尼。我听阿爸讲了，就随对咧做。正式的，我已经会晓穿出冰鞋行路啊。后来我就扶着栏杆出冰，落尾才搁增加速度离开栏杆。经过2点钟的拍拼，我已经会晓出冰啊。但是我想要等风神的时阵，我两脚的链仔煞卡做伙，敢若听到嘣一声，我就趴伫咧涂骹，足痛的。我的骹头有流血啊，手骨嘛有刺伤。迄当阵我真正痛甲想要放弃啊！妈妈行过来甲我讲：“囡仔，学啥物物件拢爱坚持，袂当半路就放弃。想要学功夫，就是爱拍拼。你敢有听过迄条歌？爱拼才会赢。”听妈妈讲的话了后，我阁继续练。后来我总算甲出兵学起来啊！希望阁来休热的时间内，我会当阁去出兵。哦，阿三做勇敢的呢。是啊，就算骹流血啊，嘛无放弃。真的，我想讲，即摆囡仔拢因为爸母较宝贝，所以拢足惊疼的。对啊，但是阿三的爸爸妈妈真赞哦。对，有好好甲囡仔沟通，这真重要。真是的，安尼囡仔以后就会知道理。对，因为爸母有好模范。好，咱嘛要继续做好模范，继续来练批。谁若做好模范爱练批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咱继续来练批。第二张批是屏东的阿莲写来的。我白边你好，讲到休热的经验，我就想起这件代志。虽然已经过真久啊，也毋过也是互我印象真深。便若想起来，就一直笑，互我的心情足好的。迄是休热的其中一礼拜透早，我真欢喜的来阿姑因兜。打入门，阮小弟就激一个面，互我看甲是起爱笑。阿姑真热情的买一杯汤仔要摕互我的时阵，煞去互阮小弟抢去。阿姑足生气的甲问讲：“你这个囡仔吼，这是要互恁阿姐，你已经食足济啊，就莫阁食啦。”无爱啦，无爱啦，我就是要食。阮小弟一支喙拗嘟嘟伫遐咧发，看起来呆呆的模样，互规间厝的人看甲拢咧笑。下晡我看小弟伫咧房间内底食汤仔，看起来真好食款，我就甲伊问讲：“你是安怎遮尔爱食汤仔？”伊足正经的甲我讲：“因为汤仔足甜的啊，食了会变大颗，安尼我就会当变做小燕的选手啊。”你敢毋惊讲食伤济，你喙齿会痛？毋惊咧，我是小小的查甫囝吼。伊转天甲毋甲我保证。暗顿食饱了后，我来菜园仔散步，看到小弟一个人偷偷伫遐，毋知咧创啥，伫乌涂。我做好闲的甲伊问讲：“你咧创啥？”伊真有信心的甲我讲：“种糖啊！妈妈毋是定定讲，种瓜就会有瓜，种豆仔就会有豆仔啊！我就想讲，我种一粒糖啊，过来就会有生足济足济糖啊！”我听了真爱笑，我甲伊讲：“你甲糖仔种伫咧涂骹，黏咪就扬起啊啦！迄是无可能会生糖仔出来的。”你骗人，你骗人啦！我才无要相信你。阮小弟无想要插我，也是做认真的在乌涂，
后来过2天了后，伊无法度忍耐啊，袂当地走去甲头掰开来看，所伫遐叽叽叫讲哪安尼。我伫边仔看伊规个人拢硬去，是笑甲巴肚疼。虽然讲即件代志已经过真久啊，但是一直藏伫我的头壳内，变若想起来，就会挡袂牢伫遐笑。哎哟，小弟哪会遐古锥啦？真诶啊，囡仔细汉的时阵吼，拢做单纯诶，嘿妹，古锥噶。无怪吼，迄阿莲要甲笑。但是安尼嘛好啦。是啊，爱互小弟家己去做，才会知影真相。嘛算是有实验家的精神。而且好佳哉是种伫田呢。对啊，若无会生真济狗遐。对啊，生狗遐真正是足麻烦的。好，继续来念后一张批。第3张批是台北的阿文写来的。2位小编好，即几工听讲有风台要来，就互我想起那莉风台，嘛要20年前安尼。因为迄阵仔规个台北拢做大水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。会记得我逐工上课爱坐捷运嘛去互大水淹去。即马去捷运坐车时，拢会当看到内底有做记号，就是迄年淹水的悬度。虽然对囡仔来讲，听课是真欢喜，毋过看电视新闻报道，四界拢有灾情，就感觉大自然也是真恐怖的。阮厝内嘛淹水，真济电器拢淹甲害去。听爸母讲，迄当时真正是损失真大，好佳哉后面就无搁发生啊。迄年学校停课1礼拜，开始上课了后，听老师讲，因有来学校摒扫，一大堆的粪扫倒去的树仔顶顶，大家扫甲腰酸背痛，真正是辛苦因啊！嘛要向辛苦的救援人员讲一声多谢，好佳哉有恁，真济人拢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即马政府学校拢会呼吁大家爱甲风台的准备做好好，窗门打好，店头空板固定好势，水沟仔嘛爱清，应该做的准备有做，就毋免伤过惊吓。最后，希望即摆风台袂造成灾害，大家会当平平安安。是啦，风台真正是咱台湾人共同的记忆。嘿啊，会记得我读国小，阮学校淹水呢。啊敢有严重？伤久啊，印象内底我一直咧扫水。哎哟，无代志就好啊啦，希望大家拢平安。无错，平安上重要。而且咱节目放送的时阵啊，风台应该已经影响到咱台湾啊。是啊，大家千万着爱细字。那呢，今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饰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敢若会当徛伫遐，无敌呀！我两开链仔刷卡做伙，敢若听到通一声，我就趴伫咧雨下，我就趴。对不起，刚才有蹦几下，痛是啥？我嘛毋知通是啥。破到现在痛，迄是摔落水底。世界拢有灾情。世界拢有灾情。哦，搁一间。世界拢有灾情。世界拢有灾情，就感觉大自然。了然啦。